是世界上最贵的鱼，有着鱼界劳斯莱斯的称号。金枪鱼为什么它会这么贵呢？这来源于它的生活习性和自身价值。金枪鱼具有腹浮力，必须一直游泳以避免下沉。此外，它们不会自主呼吸，需要不断的高速游动来给鳃通风。通过一个叫做撞击鳃通风的过程，从水中提取比任何其他鱼类更多的氧气。只要金枪鱼停止游泳，那意味着它很快就会死亡。因此，人们捕捞到的金枪鱼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。而金枪鱼富含极高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 D、铁、钙、磷和铁等矿物质。最主要的是，金枪鱼鱼鳖含有大量的 EPA， 钳中腹部含丰富的 DHA。此鱼所含的 DHA 比例为鱼中之冠，是极佳的健脑食品，能帮助生产大脑的神经递质，使人注意力集中、思维活跃，促进儿童大脑发育，延缓老人记忆衰退的作用。而金枪鱼种类有很多，比如长鳍金枪鱼、满鳍金枪鱼、黄鳍金枪鱼、大眼金枪鱼。那你们知道几种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